Got it, Tiffany, 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你是不是也被开头的哈卡表演吸引住了呢？这是一段由著名新西兰橄榄球队全黑队 All Blacks 所进行的一段哈卡表演。但你知道吗？这只是毛利表演艺术 Kapa Haka 的其中一部分，而真正的哈卡巅峰对决并不在球场上，而是在 Te Mata Tene 的舞台上。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介绍哈卡的奥林匹克盛宴 Te Mata Tene。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首先，我想先介绍一下 Te Mata Tene 这个名字。在毛利语中 ，Mata 是脸或者是眼睛的意思，而 Tene 是有表示众多或无数的意思，所以连起来 Mata Tene 可以翻译成无数的面孔，或者是众人目光聚集的地方。它象征着不同的毛利部落和社群聚集在一起，向世界展示毛利文化的多样性。1972年，第一届 Te Mata Tene 以 Polynesian Festival 的名字随之诞生。如今，它已经成为新西兰最重要的毛利盛事之一，每2年举行一次，只有最顶尖的 Kapa Haka 团队才能站上 Te Mata Tene 的舞台。今年，也就是2025年 ，Te Mata Tene 在 Taranaki 的 Pukekohe Park 举行，从2月25日到3月1日，将有55支Kapa Haka 队伍在这里进行表演。最终的获胜者会赢得 Tua Whakaihu Waka， 成为今年的 Te Mata Tene 冠军。前一段时间我回了一趟中国，每次和大家聊起毛利文化，人们总是首先想到的都是 Haka 毛利战舞。实际上 Haka 所表达的远远超出了战斗。毛利人也会用 Haka 来迎接贵宾，庆祝胜利，表达悲伤，甚至也会在葬礼上用 Haka 来送别自己的亲人。而我们开篇中 All Black 使用的 Kamade 只是众多 Haka 中的一种，而在 Te Mata Tene 这样的舞台上， Haka 结合了完整的 Kapa Haka。在 Te Mata Tene 的舞台上，每支入场的队伍都会以开场合唱，也就是 Waiata Tera 来开始他们的表演。这是团队展示音乐素养的部分，也是一种对下面观众的热情问候。结束 Waiata Tera 之后，下一个部分就是 Whakaeke 表演的形式。在 Whakaeke 之后，会进行表演中最传统的一个部分，也就是 Moteatea。Moteatea 是毛利文化中最古老的音乐形式，它没有固定的节奏，而是依靠语言的自然节奏来表达情感。许多 Moteatea 讲述的是历史、家族血统，甚至是悲伤的历史事件或故事。接下来的表演就是 Waiata Alinga， 也就是伴有手部动作的歌舞表演。这种表演的形式一般伴随着快节奏的歌曲，配合手部动作。Waiata Alinga 也是现代 Kapa Haka 中最受欢迎的部分之一。Waiata Alinga 结束后，表演者们会继续表演 Poi 舞。Poi 舞是由舞者们挥动 Poi 球来进行表演的一项舞蹈内容。最初 Poi 的运用是为了锻炼毛利战士们手腕的灵活度，后来成为表演的一部分。接下来就是 Haka 的部分，它也是整个 Kapa Haka 表演中最有力量的。对大家来说 Haka 一定不陌生。在演出的尾声，团队离开舞台时也会进行一个表演，叫 Whakawatia， 对观众和评委表达感谢，结束完整的 Kapa Haka 旅程。Whakawatia 代表着结束，但并不是告别，它是一种对观众的感谢，也是一种对文化的尊重，以充满能量的方式离开舞台，带着荣耀而去。Te Mata Tene 让毛利文化站上世界的舞台，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以及民族文化复兴的启示。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今年你支持的 Te Mata Tene 表演中的哪支队伍呢？我们这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Pakiteano。